喺今年2月份呢，因為我趕時間又不自量力啦嚇，就去跑，咁仲跑樓梯添，於是乎就跌咗喺度。唉，今次係慘啦。咁呢，我又去咗急症室嗰度呢，就照 X 光就發現呢，原來我係粉碎性骨折，要做個手術。咁但係因為工作關係呢，咁我就喺4日幾5日到啦，咁我就去做手術啦。咁啊，將嗰啲碎咗出嚟嘅骨呢，就攞條線啊，將佢捆翻埋一齊，咁令到等佢自己慢慢愈合。咁啊，需要喺醫院咧都有成10幾日㗎。咁喺住院期間咧，就真係其實都有好多得着，因為好多愛啊！我兄弟姊妹咧，佢哋個個咧各自嚟探我啦，都有唔同嘅湯水。仲有咧，有啲朋友咧，我就都有啲熟嘅，有啲唔熟嘅，都好多朋友嚟探我，咩禮物都有，連紅酒都有啊！不過當中咧，我有一個醫生朋友咧，佢嚟探我咧，佢就帶咗罐羊奶粉嚟喎。佢話咧對我保健咧好啱嘅咁我啊睇下上網睇下，哇！發覺裏邊嗰啲原材料咧就真係好啱我使喎。於是乎我早晚咧都各一杯嘅。咁咧就發覺飲咗之後咧，我又因為有 keep 住覆診啦，有做物理治療啦，總之我咧就係一日好過一日咯。咁我哋就雖然而家咧就已經有一段時間啦離開做手術，我都有 keep 住咧飲呢一個羊奶粉㗎，因為我知道咧到我哋呢個年紀咧，其實復原速度咧一定唔會話好似以前咁好㗎，因為佢係會慢慢嚟嘅，所以咧一定要靠一啲咧就係補充品，咁啊加速我哋嘅復原。咁啊做完手術到而家咧，我都 keep 住日日飲2杯㗎，醫生話我嘅進度啊非常良好添啊。咁啊雖然年底咧我都要再做多一個小手術。咁咧，但係就攞翻啲線出嚟啊！咁但係呢段期間咧，我都唔會停嘅，我一定會繼續飲呢個羊奶粉，因為我知道咧乜嘢選擇係對自己最好。